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1月6号要分享的是设立逃城，我们要读约书亚记20到22章。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。这些庇护城是为所有以色列人和寄居在他们当中的外侨设立的。任何非蓄意杀人的，可以在那里找到庇护，躲避寻仇的人。报血仇的人不可杀他，除非他已经经过公开的审判。约书亚记20章第9节。我们之前看了约书亚记从13章到19章，记载了迦南土地的分配。到了19章，我们看到分配大致确定。从第20章则设立了处理杀人罪的这样的制度，让各支族的人不得私自来处理杀人犯，必须交由会众审判。这记载在20章的第6节，还有民数记的35章12节、24节。针对犯罪者，他可以暂时在逃城中栖身，等候审讯。其实在古代近东的观念，发生凶杀案的时候，他们要血债血还啊，他们一定要报仇。如果你的亲族中有人被杀害，那你不替他出面报仇，这是对不起亲族，而且在当时好像是得罪了神或神明的概念，对报血仇看得他们非常的严重。而一般的谋杀案不在逃城的范围内。上主他吩咐约书亚对以色列人民说，你们要照着我叫摩西传达给你们的命令，指定一些城作为庇护的城，凡非故意误杀的人的，可以到那里去，逃避寻仇的人。逃避寻仇的人，他在这个逃城里面的资格，必须是无心误杀了人的性命。如果经过审讯，确定是故意杀人犯，就要从逃城带出来，然后交给那报血仇的人处死他。当无心误杀人的，在当时候的大祭司他死了的时候，他才可以离开逃城回家，好像一个特色这样。另外规定，如果在大祭司还健在还活着的时候，误杀犯若擅自离开了逃城，被报血仇的人遇见而杀害，这样报血仇的就没有犯罪。逃城的目的是使人自己反省。上帝吩咐摩西和约书亚设立逃城，他的目的主要是让这些无心杀人者可以保他的性命。另外呢，住在逃城内的人，他有机会来自己反省，以后应该如何小心为人，不再伤害其他的人。这里我们看到上帝是公义的神，也是慈爱的神。他把蓄意杀人和无心误杀分别出来。在约旦河东岸有3座逃城，在约旦河西岸也有3座逃城。它的位置分配相当，不会太远，而给这些无心误杀人的可以有逃亡的机会。
那这6座城也是摩西他生前所指定的，都在分给利未人的城邑当中，并由利未人来管理。这不仅是为了以色列人，也为了寄居的人预备的。这里我们看到他是在表达上帝的恩典慈爱，临到以色列人，也临到外邦人，并没有什么分别。而这陶城也有属灵的象征预表，就好像预表耶稣基督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上帝的荣耀。照律法来讲，他是要被律法来判定死亡追杀的，可以说是没有盼望。但是逃到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信靠他，接受他成为生命的主，就不至于灭亡，而有永恒的平安。如同希伯来书10章所描述的，耶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因为耶稣为我们死，我们就得以出逃城，恢复自由，不再惧怕，而且能够得着基业。我们来默想，上主为什么要吩咐约书亚进迦南地之后设立逃城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你的荣耀。照律法，我们是要被追杀、被刑罚，没有盼望的。我们感谢你的慈爱，预备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逃城。当我们愿意悔改信靠他，我们就不至于灭亡，反而要享受永恒的生命。因着耶稣基督的死，我们可以从罪中得自由，最终我们可以回到天父的家中，享受永恒的快乐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